每逢農曆新年，以前 TVB 年年都重播《富貴逼人》呢套戲，其實真係好搞笑，尤其係標嬸恨中六合彩恨到發燒，佢嗰種不成功變成人嘅心態，嗰種力度簡直係開一招大忌。標嬸成日話中咗頭獎，我哋就發達啦，唔使捱世界。最後佢真係中咗幾多？1900萬。《富貴逼人》呢套戲喺1987年上映，咁1987年嘅1900萬究竟係一個咩嘅概念？當年一個太古城建築面積897尺嘅單位，大約賣90萬港紙，1900萬可以買到幾多間？21間，係21間嘅太古城。當年標嬸中咗頭獎之後，第一時間我要買樓，我要買晒成棟新翠邨。雖然係誇張，但事實係，如果佢當年真係揸住1900萬，佢絕對可以買起成條街，做包租婆，收租收到手軟，真係三代唔憂。但係喺2026年今時今日，如果中咗1900萬六合彩，我哋可以做咩？可能會買層樓裝修下，啲錢已經所剩無幾。其實標嬸冇買晒成棟新翠邨，因為筆錢擺咗喺銀行，結果銀行倒閉，一直化為烏有。去到1992年嘅富貴黃金屋，呢套戲係富貴逼人系列成班人馬嘅精神延續，內容對準咗香港最核心嘅矛盾。樓，1992年標叔標嬸一家終於唔使租樓，喺瘋狂嘅香港樓市下，佢哋左撲右撲，揾到間價錢相宜嘅唐樓，一家六口歡天喜地搬入去，以為從此安居樂業。但係好景不常，地產商睇中嗰塊地，想出價收購，然後轉賣俾日本發展財團，喺商業大廈謀取暴利。點知地產商出手太低，同部分業主傾唔掂數，喺限期前用盡卑鄙手段斷水斷電，揾黑社會滋擾，想逼走標叔呢類釘子戶。30年過去，香港樓市仍然喺瘋癲狀態。有網民話，劇情居然同今日嘅香港高度同步，地產商茹毛飲血，官僚體系互相射波，令到市民嘅無力感好重，甚至有人咬牙切齒咁高呼地產霸權。30年前，我哋仲可以拍一套喜劇，用笑聲去化解呢種荒謬，但係30年後，我哋發現原來喜劇背後係一個笑唔出嘅現實循環。一齊睇下一組令人絕望嘅數據，由1988年到2023年，香港物價通脹升咗204%，聽落好似好多，但同期嘅樓價指數係足足升咗957.7%，接近10倍，即係話樓價升幅係通脹嘅5倍，遠遠拋離人工嘅增長。呢種唔對稱嘅掠奪，就係小市民無力感嘅真正來源。當努力工作已經追唔上生活成本，或者發夢中金多寶就變成唯一嘅出路。